来唱首诗歌，为我心目仰望荣耀的主。咱做来吟首诗歌来。为我心目仰望荣耀的主，出声7月时，世间人侪侪心来行行，总是主你所赏赐的日，逐日拢是好日，逐时拢是好的时。愿主阮会通平安靠主来过日子，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请坐，请坐。咱若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咱用这段话做伙来宣告讲：君王徘徊，因为顶罪得着救。
政党无合一的时阵，咱的日子就较歹过。咱看中国不时咧甲咱强下讲，当时要甲咱拍，所像拄仔迄段圣经哦，靠车、靠马、靠人的气力有限，爱靠上帝气力，咱才会通脱离遮个武力，脱离遮个关系。恁有发现着无？中国若讲要甲咱拍，就有遮个大水，无亲像拄仔写的基辅，所以人袂熬的吼。咱嘛无法度永远靠美国，咱爱靠啥物？靠咱的上帝哦。所以咱恳求上帝，互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敬畏上帝。我靠上帝较实在吼，人拢会改变吼。所以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即个土地，为着每一个百姓，伫农历7月时吼，是平安的7月，毋是惊吓的7月。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祝愿上帝也来祝福即个土地，因为你是祝平安的主，你是甲人相共同在，享受福气的主。愿主你受祝福，互阮伫遮徛起，欢喜敬拜，欢喜伫遮来过日子。因为你所享受的福气，到也完成，主你稳定保守看顾。哈利路亚！感谢你。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将阮每一个人放伫这个宝岛台湾。虽然阮有内忧外患，总是主你是阮的主，阮执政掌权若敬畏你，各事就要行通。愿主你来帮助，互阮的执政掌权，阮的文武百官总统，知影通我靠你，因为官兵对你来，若无你的引准，无任何一个势力会通伫遮来抵挡阮，伫遮来攻击阮。愿主你保守看顾，阮的百姓伫即个农历的7月时，阮无惊吓，互因知影主你是掌管宇宙万物、赢过死无关系的主。愿主所阮台湾每一个百姓会通靠主安居乐业、平安过日，同心祈祷，去耶稣圣名，阿门。咱也要为着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祈祷，求主来帮助医治甲供应。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号落伊。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贵人，也是伊受我忧的得救的会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你的产业，有是因，有是因，到是永远。咱们伫心灵方面，你若感到有欠缺，无平安，也是伫婚姻感情产业，你想要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后代子孙，你是伫事业工作，也是伫咱的囝儿时岁课业需要智慧，咱甲人的中间，咱囝儿甲是大人，咱的翁某，大家新妇、大家官吼，等等遮的关系。咱拢需要主伫咱的家庭掌权做主。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的，你会通徛起来，有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来祝福。若无你的坐立嘛是为着你的身躯袂疼等等来祈祷。咱若有需要的会通即马起立，咱若做伙伫遮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奉你名，谢谢来祈祷来恳求，愿主你伫我的心灵。互阮会通得到伊伫阮，互阮会通经历你是为伊伫互咱心灵自由健康的主，奉你名，我求你来帮助，互阮会通是主的身体，你救命，你恩典，互阮逐人，互阮的心灵形成，互阮的灵体拢会发足，愿主你来祝福，互你应允一切伫阮的中间，一定你要亲像的体力。主，阮感谢你，学到你，因你愿意将天顶逐样的福气、好物，来赏赐予军队你、信靠你的人。主啊，我知影伫世上有侪遮的劳苦重担，所以主耶稣你讲，伫你有平安，你是供应阮到遐有村，稳定到遐的上帝。
也互阮伫病痛的中间、患难的中间，成做阮及时的帮衬甲气力，也互阮会通伫行伫阮人生的道路时，你引带阮行伫你稳定的道路，阮所行的路拢有你稳定的油在滴。愿主来赐阮，互阮心灵乐勇行，灵魂体得到兴盛，互阮手所做拢会通行通顺利，互阮伫欠缺软弱的时，你敢扶持、坚固、甲保障。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的礼拜，即礼拜所做来祈祷来守望，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所以，你着以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伊行洗礼，互因归入白领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因手，搁我一日甲恁彼得，到世间的末尾。最后所有吩咐咱去互万百姓做学生。所以咱今仔日透过家己甲上帝好的关系，会通真做十分祝福这社区这咱这百姓城市的百姓的一个祝福的管道。今仔日咱来庆祝就是孝亲主日，所以咱有社区的朋友，还佫有引带因的囝儿孙来到伫教会，咱也透过亲子的活动，互这个幼儿甲这个青年的父母因会通伫遮有好的互动。咱的医疗关怀对伫市立的图书馆，伫遐即马当地服务遮个咱的市民求上帝甲面三甲同在。为着即礼拜，咱有祈祷见证会，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不断经历伊的稳定。咱教会嘛有遮个宣教的基金，求上帝帮助，互即个宣教基金每一笔的使用，拢通成做福音的路用，会通互人会通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即时来起立，咱做伙徛起来，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感谢，做伙来恳求，来通友好阮的时代，也阮会通听这个细囝，主说，特别上帝，阮感谢俄罗你，伫今日孝亲主日，搁一遍唤起阮，会通对阮的时代人会通友好，对这个时岁会通听因。愿主来说，互阮伫家庭的中间，有主上帝你的听，也彼此相听。互上帝你的恩典就满满锁伫阮的家庭中间，祝阮也奉你名来祝所有的这活动，都通荣耀上帝，互人得到利益。特别伫即礼拜六，有一场的告别礼拜，阮也要三甲三五，用安慰来甲这哀伤的人同哀伤。互上帝你的听，就充满伫因的中间，互因得到安慰，也成做别人的安慰的管道。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今仔日这礼拜充满上帝你的同在，也这社区的朋友，因为阮认捌上帝，你是听因，你愿意将一切美好的福气要赏赐互因。那阮同心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天日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愿耶和华的名受恶路，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恶路的。
透早起来，咱嘛要开嘴来学罗咱的主。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信仰交予你，因为你是守住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交予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心命交予你，因为你是守住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交予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咱请兄弟来学罗。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机会来学罗。我将我的性命交予你，因为你是守住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交予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性命交予你，因为你是守住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交予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罗主，透早起来。学罗主，因为透早起来遇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从因邀请你啊，上帝，兄弟姊妹请坐。真欢喜今仔日有少坐了邻家得福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虽然有一寡人恁是挂咧口罩，喙安挂咧，但是我相信恁伫喙安的下骹是带着笑面的，是吗？干嘛呢？这句话最近真红。有时仔咱会感觉伤心，有时仔咱会感觉欢喜，但是主拢甲阮伫地。
真做咱的帮赞，引出咱头前的路。虽然生命定定在变化，上帝对咱永远袂变化。只要轻轻叫着伊的名，人生路途有伊来作伴。啥款艰苦，啥款代志，上帝永远做咱的依靠。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不惊遇着风台天，人生就会定定有行行，靠主咱就永远无减少。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不惊遇着风台天，人生就会定定有行行，人生路白才会变彩色。虽然生命定定在变化，上帝对咱永远袂改变。只要轻轻叫着伊的名，人生路途有伊来作伴。啥款艰苦，啥款代志，上帝永远做咱的保庇。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不惊遇着风台天，人生就会定定有行行，靠主咱就永远无减少。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不惊遇着风台天，人生就会定定有行行，人生路白才会变彩色。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不惊遇着风台天，人生就会定定有行行，靠主咱就永远无减少。轻轻叫着伊的名，生命不惊遇着风台天，人生就会定定有行行，人生路白才会变彩色。有一款听对天而来。
疼世间人的源头，因为你有手术，你会疼，阮才会通彼此来互相疼痛。今日也互阮甲这社区的朋友，做伙伫礼拜中间，用诗歌、学乐，也是用这个阮生活中的器具，诚做乐器，伫遮来学乐你。愿上帝你祝福，特别互这个社区内朋友，也互因会通感受上帝你的疼，互因伫因的生命中间领受上帝你赐福气满满。阮今日礼拜诚做帮帮者献到伫主你面前，阮邀请你伫阮的学乐中间，坐伫你的宝座顶面，互你的阳光，互你的福气充满伫你的圣殿。也阮逐人诚做有福气的人，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诗，正诗315首，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伫你所定着的日，阮用感恩的心进入着你的圣殿，要献上阮感谢的祭。因为你创造的大权能，因为你无限的疼甲怜悯。虽然伫阮的生活中充满着济的挑战，也是困难，靠着你加添气力，阮相信凡事拢有圆梦。只要有主的同在，只要跟对主你的脚步，平安喜乐，的确要缀阮一世人。咸菜伫阮拄着阻碍、困境的时，一时失志、埋怨、心艰苦，袂记你掠条主你的应允，无明白甚至违背着主你的心意，求主你赦免阮，带阮回转到主你的面前，用主的话，用基督的生活，建立甲主亲密和谐的关系，
伫世上，你也互阮有爸母、囝儿的即个亲子的关系。疼痛囝儿、孝敬爸母，是你对阮的教示。要照着洪桃美老师伊亲子的活动，来加添阮彼此中间的了解甲认捌，化解着冲突的产生。今仔日，阮也有社区医疗关怀，要帮助着社区的朋友知影身体健康的问题。照着这，也要认捌着主宰人性命的上帝，求主你来掌权，互一切拢会当顺利来完成。感恩的时，着大声见证主你的恩典，无论是大事小事，拢有主你的念力。求主，互阮有感动体会的人，伫即礼拜三的见证会，因会当大声讲出主你奇妙的作为，荣光主你的圣名。教会也有设立着宣教基金委员会，求主你，互阮所使用的每一笔费用，拢谨慎妥当，达到及时帮赞，也带领人来认捌主的意向甲目的。互遮个管理的人员，无论伫使用也是修正办法，拢有对主你来的智慧，军队时势社会的改变，做出符合着需求，无违背着主你的旨意。为着基金的需要，受感动的兄弟，请继续为着即个基金来关心、奉献、代祷。咱同心来完成上帝国的使命。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你的灵运行伫阮的中间，听见阮的感恩甲祈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5篇，就是为箴言第4篇来的。咱用轮头的方式来启应。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着专心学习才会明德。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当使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条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哩。嘛毋通合使我所讲的话。毋通弃杀智慧，以为保护你。就你爱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就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兑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以为高举你。你以为互你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用月光的皇冠赐互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配受。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带你行正直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嘛袂着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要谨慎保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即时献诗要请乐林区甲德福据点的兄姐。
震动天地。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18节到21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18节到21节。第二本圣经新约部分233页。我用白话字本来读，其他的版本请看咱的荧幕。18节，做妇人人的，恁着顺服丈夫，照踮伫主所合意的；做丈夫的，恁着疼妇人人，毋通歹款待因。20节，做囝儿的，恁着凡事顺坦爸母，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做老爸的，恁毋通激互恁的囝儿生气，惊了因失志。以上，煞只请尤牧师来讲道。伫讲道的头前，咱要先来看一段生命的经历的戏剧。那年49岁的她，经历丈夫车祸意外过世，父亲喜甚昏迷。同一年内，2位挚爱的人相继过世，她强忍着悲痛，尽管3个孩子尚在高中、大学求学中，仍决定离开职场，远离人群，一个人到山上生活，思考人生的意义。
位志工早安，欢迎大家来参加志工的生命教育的训练。今天是第一天啊，我们很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志工纯净，我们拍手欢迎他。那我们呢，在做志工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先读一段上帝的话语。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这里说到，上帝爱世上的人，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要救每一个人，也就是要让每一个人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还有信靠他的人就可以有永远的福气。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志工来训练，来，我们请。这个确实是真实的故事。当我走进迦南教会的时候，我并不是基督徒，而我是因为生命教育志工的关系而踏入教会。那我听见那个刘牧师他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平静。我又看到刘牧师呢神奇的一刀让我见识到，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然而在当下的时候，我仍然还没信主。那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无法解决的事情，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是的，非常非常的奇妙，上帝应允了我。而且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简直是不敢相信。那最后我才发现到，原来上帝的爱一直是在我身边，这样子的对我不离不弃。终于，我在2020年，也就是今年，今年的3月1号的时候，我因为主的感动，我信了主，从此成为神我的儿女。我愿主赐福给大家。那我要感谢主，我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主。谢谢大家。我们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谢谢大家。感谢主。今日透过这段的经文，互咱知影讲，人甲人中间需要互相扶持，需要互相伫遮来祝福。人生有侪侪遮的你无法度预料的危机。孙静者伊伫伊生命中间，伊失去伊的至亲，所以伊离开都市。到伫迄个山顶，伊伫遐咧思考，伊伫遐咧憔悴，直到拄着伊家己的身躯有遮个软弱，有遮个危机的时阵，当时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总是上帝有缘会通帮助咱，伫咱面对危机的时阵，伊常常派天使。出现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会通透过互相的帮助，会通彼此伫遮来祝福。今仔日甲咱三角伫遮来透过即个经文，咱透过孝亲主日，咱也鼓励遮社区的朋友，带囝儿孙来到伫教会，做伙伫遮来享受天伦之乐。因为平常时，咱要享受天伦之乐，真无简单。因为囝儿时阵，有当时啊无用对无？出外也是出国，咱拢真学得做伙。拢是今仔日透过即个孝亲主日，咱搁一遍来想，其实人对出世开始，咱就脱离袂开关系。你一出世可能是正做孙，干仔孙，正做囝。你慢慢成长的时阵，可能正做一个爸母。咱透过婚姻的关系，互咱会通对角色的变换，
可能变成做大家大官。10月有人要结婚，所以毋捌做过大家着安怎？会落带安尼啦吼。所以咧，啥物款的情形，啥物款的风俗习惯，咱就会去想，透过这个婚姻的关系，互两人成做翁某。透过婚姻的结合，互这个囝儿是出世，咱就先加做啥？做爸母。囡仔若搁大汉结婚，咱就成做啥？毋是公妈啦吼，阿公阿嬷啦吼。顶礼拜是落南部，有机会扫墓，经过阮的母会，我就活入去。因为教会后壁就是我大姨的兜，大姨要伫的，所以有去找表兄。表兄就甲介绍，即两个吼，来叫职工吼，讲当时也变讲2倍安尼吼。实在是因为讲人透过即个关系。彼此伫遮所叫的，也是所做的角色就无相款，所以咱看见透过关系，互咱会通彼此会通认捌，彼此会通扶持。特别自古以来，咱常常会讲大家新妇的问题，敢一定就会出问题吗？若照常理来讲，检测这是一个问题，要安怎斗阵做伙？嘛有其他的问题，翁某的问题。伫最近公共电视有一部真红的戏剧，叫做《我的大家哪会遐尔古锥》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这是公共电视咧做的一出这个小欧叫做 CEO 啦伊是这个新妇细汉新妇伊结婚正到伫即个家庭3年来，伊的大官过身，伫迄个意外中间，旅游的中间，伊的翁婿出意外离开，所以袂得即个家庭的疼。所以一般才会细小讲，你即个查某家道平，铁扫帚，命中带啥？带煞恁拢足知画上你即个前国水，后国龙飞，双头并边克死厝边头尾哇！所以有人，这是伊家己的危机，你知无面对这个危机，所以伊甲即家庭的人渐渐迄个关系就疏远。即个家庭是开一个传统的即个饼店叫做真好食真好。栽啦叫真好食伫即对就是大家新妇的中间本来关系无好，所以因为翁婿过身，所以伊就去住伫外口。有一天即大家就敲电话讲小欧你倒转来食饭啦即拄中秋嘛，中秋团圆叫伊倒转来食饭，本来是讲大家足好意的。结果转来讲来即张单签的就是因翁婿受险的即个继承权就是讲受益人讲叫伊签的放弃安尼啦哇！伊的心怎啊切去，怎啊凉去安尼所以愈来迄个关系愈歹。总是后来即个戏剧内底咧讲即个做大家伊有3个囝，一个查某囝翁婿无伫伊想讲来到伫北部要挖靠伊的囝儿时阵，结果伊的这个囝儿时阵哪像咧诈骗集团安尼对吧？伊有一笔养老金，所以就对伊的亲像讲要甲乌东乌西安尼所以到尾即个小欧就看袂过伊也是走出来，伫遮要帮衬伊的大家到尾因两个的互动的关系就伫遐改变。因为人彼此会互相，所以互关系会通变了搁较好势。咱来看一段的这短短影片。我对你们这个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义务了。
去摕一包汤来。你也当我们家修挂瓦布，也是要挑战他一下。我唔是太太的啦，我。哇，有什么了不起？哦，真我来叫你笨，真好食。我的笨吃肥毛嘛。到底是啥物戏，恁家己倒转去看啦吼。啊，不过伫咱人生若像一出戏共款吼。拄啊，咱看，哦，即个伊也嘛会当讲咧，你若无爽快的时阵，哦，毋通摔碗摔地吼，讲倒讲意就好安尼吼。哦，啊，你若家己一个人咧讲，可能变成做啥噪音哦。啊，总是一堆人咧讲，都无共款啊。有迄个节奏，就好亲像一首歌上款吼。啊，我讲连面嘛，佫有一团吼，迄个铜鼎拢刻出来吼。啊，我甲封做讲吼，即团叫做破铜烂铁乐团安尼吼。破铜烂铁伫国际是一个真有名的乐团，你知道吼。总之，如果你若家己欠家己照你的意思伫遐轻轻锵锵吼，可能吼会差死人吼。总是若会通伫遮合齐有和谐，迄首歌吼，桃花过度，互你的生命就真正有精彩吼，有这色彩。所以，若无有彼此伫遮来配合，可能吼家庭就乱糟糟吼。总是若会通彼此互相伫遮体贴，互相接纳，即个家庭就好亲像安那补给站，供应你的需要。家己伫外口拄着风台的时阵，你倒转来就好亲像一个啥闪避风影闪避台风台的一个港口。今仔日透过即段的圣经，也互咱知讲爱彼此，因为人生有随时来的风台像昨咱看讲，雄雄是粒风台，总是上帝真疼咱台湾对无？哦，7粒风台拢对边仔扫过，无入来吼，对边安尼弯过吼。昨早起还搁咧举行即个个别礼拜，入念火化。早起出日头，我甲杨姐来加上上帝真疼咱。总是安怎？下晡时个别礼拜了，突然，迄个风雨就来。所以当你烦恼的时阵，咱嘛祈祷上帝连暝要去安放要安怎？祈祷啦，遐嘛毋知影讲是适外啊适来，所以去到遐，感谢主伫遐拄好有一个适来军人的公务，伫内底拢无伫遐压着雨。因为上帝偌疼即个家庭总是人生有当时随时的做风台，有人生的风影来，咱嘛毋知。所以面对咱人生的危机、人生的风影的时阵，你要安怎去面对？亲爱的事实，心情啥物人知？请咱甲咱的手机甲关静音啦即个毋免互人知咱家己知所以你关静音第二就是讲，无论是一家人，也是咱伫即个大家庭，咱的德福咱的相连大学，咱的社区的这活动，其实毋是干那一个活动。我相信这社区的朋友，恁正义到伫教会，亲像孙静姐，伊拄仔来，我是要来做志工尔毋是要来信耶稣的总是我相信，当伊家己伫迄个人生生命危机，有一段遮的过程艰苦，伊失去伊丈夫，所以到伫深山那来，伫遐家己稳顿，家己伫遐来思考。总是人生嘛有遮软弱的时阵，伊遮的兄儿4岁，就苦劝伊伫遐来到伫倒转来。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啥物？咱有看见人生有侪遮的危机。你家己无法度承受的时阵，变怎一家人做伙互相伫遮来安慰，互相伫遮来协助。危机的时阵，即个厝是真做你的安慰，也是真做你搁进一步伤害的所在。
所以咱来面对咱的生命危机的时阵，要安怎伫遮来，互咱会通安心，互咱了解，互咱会通准备面对遮危机来临的时阵，你有法度去面对。美国受难者的援助的组织对人的心理有安尼一个提醒，讲伫这停事的过程中间，有一个这口诀有一个讲安怎2安，就讲2安、2解甲2有。什么是2安？就是安心甲安心。往往拄着这个急难来临的时，头一个就是伫我外在，我的生理、我的物理，也是讲我的伦理的过程中间，这3方面要安怎得到满足。急难危机来临的时阵，特别我伫过去一个纳利风台的时阵吼，伫迄个时阵还伫新庄，新庄差不多全部拢安怎？淹大水，拢淹大水吼。所以伫迄淹大水的中间，教会就开始成立一个这个前进的指挥所，就是要开始来救遮个灾难。我是迄个地区的指挥官。所以伫遐，大家三甲组织物资就入来到伫教会，然后等水较摕的时阵，就去送便当。我会记讲，教会准备的便当拢是啥？鸡腿啦，排骨啦，嘛有遮个猪济来送即个便当是啥？素食的啦，素食的。所以伫遮阮去送便当、撩水送便当的时阵遐个受灾的。伫教会地下室嘛有淹着总是有缘会通出去伫遐来救灾所以送便当的时阵摕便当要来甲阮换啦。讲拜托阮会当摕素食的便当甲你换鸡腿想换遮个排骨袂？因为咱知影讲咱了解讲你要清遮个即个饮水需要体力嘛食素食你就较无体力所以有遮个代志发生咱就了解，毋免换怎客气安尼所以透过即个伫外层生理上伊的食物，也是讲清擦的所在遮个物质来帮助伊，互伊会通伫遮安怎互伊通伫遮生有一个安心啦第二就是安心咱透过水摕了，教会都安怎？有迄个消毒的器具透过1919伫遐有提供一寡抽水机，是发电机，也是要消毒的遮个器具迄拢放伫教会，然后伫遮来帮助来清理咱阁派人一方面清理家己教会以外，一方面帮助遐个遮个受灾的人户伫遮来清理因的家庭因拢安怎感觉足感谢的啦有当时咱对一个环境失去迄个掌握的时阵，咱总安怎无安全感。特别一个福音人，伊若过去到伫一个家庭，如果若无有好的一个保护，翁婿阁无甲疼命的时阵，变做啥？伊就无迄个安全感。所以咱面对这人生危机，家庭是真做你的一个安慰、保护、供应的所在。也是真做是一个伤害搁较深、搁较惨的所在。第二，咱来看这两个解，就是一个你有了解，你有同理对方迄个感受无？当人失去迄个亲人，特别失去迄个至亲的时阵，我想最近咱少团姐失去伊老母迄款的感受，有当时咱无法度体会，除非你家己有失去你的亲人。像我有失去我的老爸甲老母因两拢伫天顶，伫上帝遐咱会去感受，你会去同理讲，你有即个过程，你会感受着无？有兄弟姊妹伫迄个感情的过程中间，你无法度去体会别人无法度去体会你的心情。总是如果你若有行过即款的经过时，你就会真做别人的啥物？别人的安慰所以共款。咱是毋是通了解遐个伫危机中间的人，迄款的内在的艰苦，因为迄款的失去无法度搁补倒转来，了物件无去会当搁补，会当搁买，总是即个亲情
像昨个个别礼拜相款，拢有迄个毋共。总是要安怎透过即个信仰帮助咱，互咱的心灵会当得到安慰、得到消透。因为透过即个信仰，互咱知影讲啊，咱的亲人若有信仰，伊去是啥物所在，加阳光快乐。亲像保罗所讲的，我宁可去甲主大，不知较好好得无比啦。即个就是讲，透过即个信仰，互你知影讲，原来面对失去的时阵，我永远会通成做有毋茫的人所以安怎伫遮来消透，伫遮来疏通咱家己的心灵的压力，若无会起笑，你知影？若无迄个精神会怎啊错乱去？第三，咱要怎有切面对即个危机来的时阵，即个病痛来面的时阵，你知影安怎伫遮来安慰伊，来帮助伊？伫摆时我拄倒转来的时阵，到伫迄民族路桥接到一个会友的电话，讲牧师我是某咪人啦我的先生即马伫住院啦，迄肝有出问题安尼咱的方向兄伫住院最近消息讲医生讲差不多3至6个月会死命安尼。哇，这是毋是危机？这是面对人生迄款真大的危机医生无法度，嘛无法度开刀的时要安怎？咱要哪伫遮来准备，为着伊来找遮个资源，来鼓励，透过小组伫遮来协助。昨个个别礼拜，咱的家属嘛伫遮做伙来参与礼拜。我相信伊心内真感动、感谢，因为面对即个双重的问题，经济嘛有问题，总是透过咱的兄弟小组的奉献，透过教会的协助。透过咱的兄弟姊妹，伊伫迄个中间参与、安慰、扶持，互因面对即个财务、经济，也是讲遮个双重的危机的时阵，因为有教会，诚做一个帮助。所以教会是一个听的大家庭，互咱会通伫即个欠过中间彼此来帮助，彼此来供应。所以我相信上帝听透过你我，诚做一个听的出口。所以兄弟姊妹拄着危机的时阵，毋通一个就放弃。咱有透过兄弟姊妹，咱的家庭彼此伫遮来协助所以咱要诚做是一个祝福人的管道。毋是干那是一个伸手领受，咱嘛要诚做像圣经所讲的，互人的人比替人的较有啥？施比受更为安怎有福气？所以当咱欠亏时，咱会通对咱的教会、对兄弟姊妹得到帮助。总是咱有能力的时阵，咱就诚做啥物？别人的祝福。若无，当你你若讲经济无，我参与伫即个个别礼拜，即礼拜六嘛佫有一场个别礼拜，嘛是失去丈夫的所以咱要安怎伫即个中间来参与，互你的关心，甲哀伤的人同哀伤，有的人来见识，你知无？来见着教会上伊佫带囝来咧，咱的姊妹带囝来以后妈妈就是要用安尼下，互你清楚安尼。所以伫即个信仰有早就准备，你知影？对死亡就袂惊吓。所以平常时咱准备好势，咱面对即个危机来临时，咱就安怎袂伫遐来紧张操烦。今日透过即个孝亲主义，其实即个关系是对翁某开始啦所以保罗透过哥罗西即个书信，伫下底提醒讲，翁仔某要安怎斗阵所以伫遮安怎大声咧讲。做太太安怎顺服丈夫？总是我要甲遮做先生讲，即段话是对太太讲的。你望怎杀来讲，你也看人圣经讲安尼啦伫遮重啥？讲顺服，顺是外面的行动，福是内在。我心真正有甘心乐意来顺服无毋通讲亲像我口福总是安怎？心袂服，口服，心不服，好，伫外口，
互你面子，转来你就知死。有无有安尼无？哈，伫外口好啦，我互你做一下面子吼，总是倒转来吼，你即个查口你就知我讲吼。啊，所以伫遮保罗咧提醒讲，哎，伫外口头一个就顾着红婿面子吼。你若讲，你也看人别个翁嘛比你较好，别个翁比你较有出头，对无？哦，我讲你转去你就食袂得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伫迄中间，保罗伫遮咧提醒讲，翁某的关系嘛是要互相。总是咱常常三一句圣经就甲拢落、甲套落。如果你若去看有所5章的22到24节，咱做来读来。做有因人的，着亲像顺服主，安尼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有因人的头，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伊本身是教会伊的身躯的救主，亲像教会顺服基督，做有因人的应该嘛着事事顺服。这事事顺服是爱。咱毋通干那摕即段，咱应该倒转来5章的21节，讲恁着爱敬畏上帝，总是后壁有一个讲彼此顺服。过去的圣经伫遮甲做一个段落，总是新翻译的圣经，伊着对5章的21节，讲恁爱伫耶稣基督内底，然后彼此，毋是单方面的顺服，是彼此。如果你若有照上帝的教示安尼做，你若有念面咱会讲到，你做翁婿你应该安怎做？我相信，即个做某囝的人一定安怎顺服你。你讲的好，我遵照你。所以伫遮有一个真要紧，你要做头爱做会起啦，哦，毋是好亲像安尼低头管顶死管下死，低头安怎管本机，哦，你。好，亲像你上帝安尼讲，所以我有即个权柄，毋是吼。所以你会有迄款的权利，就是安怎啊？你得到尊重，总是你嘛要有义务，翁婿安怎疼即个某囝特别疼伊的即个太太安尼吼。所以迄个疼到啥？圣经讲疼到亲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来安怎牺牲？咱来读来，做丈夫的着疼妇人人，亲像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牺牲家己。我相信你若会通做到这点，某囝绝对会伫遮安怎听你的，因为你做头做会起，亲像耶稣安怎做会起咱的救主。伊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当遮的人过去安怎甲喊何山那，奉主名来，应该是受着懊恼的。总是到尾伫迄十字架遐，伫遐咧喊，伫迄个审判的台前遐喊讲，钉伊伫十字架，钉伊伫十字架。耶稣伫十字架顶讲啥？爸啊，赦免因啦，因为因毋知因咧创啥啦，因咧做啥呢吼。所以伫遮咱有讲耶稣疼咱，啥物是教会？甲你的边仔讲，你若是信耶稣基督，你就是教会。就是说咧，归耶稣的名，咱就成做教会，毋是真的建筑物啦。所以教会毋是来教会正做教会，是你伫社区，你伫你的家庭，你信靠主，你参加组织，你就是教会，咱就是教会。所以咱看。基督疼咱，为着咱付出代价，所以互咱安怎面对以后100岁年老的时，咱毋免烦恼讲啥要去对。哦，所以昨下个别礼拜我嘛有用一张，人用家己的想法哦，要去另外一个极乐世界，要甲传啥？哇，信用卡嘛传呢，连迄个 iPhone 大哥大嘛甲烧呢吼。即马毋免可能透过红姨啊，毋免透过遮个看网的，透过啥？着食保守伫遐袂晓去甲你教安尼啦吼，所以伫遐用 iPhone， 敢安尼嘛？哦，毋知要去对，道士师讲引魂，敢引会到？所以真侪的遮问题爱思考，总是耶稣安怎
耶稣伊对死过活，所以勇敢、勇敢拢是伊掌权。所以咱透过要安怎甲联络，要安怎甲耶稣联络？祈祷就是甲伊来啊，你知吼？哦，心事啥人知？别人拢无法度体会我心事啥人知？讲互天父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门。安尼就祈祷，安尼知无？哦，咱的社会朋友，你若感觉拄着艰苦的事的时阵吼，别人拢无法度体会，你着甲伊来者，哦，毋免用手机啊，你用手，上帝啊，你知影哦，我拄着做遮困苦艰难，哦，新妇对我歹。囡仔对我歹，连孙仔都无要尊重我，要安怎？你甲上帝讲，伊会帮助你，安慰你，最后靠耶稣名，耶稣的意思，上帝要帮助，要拯救。阿门的意思是啥？诚心所愿，讲一遍来，诚心所愿。所以你咧听到阿门的意思，种爱听顶悬啦，顶悬为啥物款祈祷，甲你祝福？阿门愿即个。心愿会当达成安尼啦安尼意思。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保罗透过即段的圣经嘛，在提醒讲，翁某安怎伫遮来斗阵，彼此伫遮有顺服，嘛有听，斗有后壁伫遮讲，你基督伫遮听教会，相款伊安怎照顾教会，愿意牺牲，你做头的人，你愿意付出代价啊无？你若愿意付出代价，你就会得到太太安怎？会尊重嘛？会顺服啊！过来呢，两个翁某斗阵了，就有囝儿后代嘛。有囝儿后代时阵，咱看即摆亲子的关系，真无好伫遮来建立所以了看咱请迄个专业的来，迄个红桃梅老师啦伫遮来帮助互遮个少年的爸母。讲实在，即摆囡仔愈来愈歹教。毋知要哪教，因为受到真侪遮的媒体资讯的影响嘛，对不对？手机对无？手机教的比爸母教的搁较安怎？搁较紧，你知无？搁较影响力所以咱要安怎有即款的智慧，要安怎伫遮来教导？即段话是对囡仔讲的。我想像文杰长老，即个年岁总是伊嘛是诚做囝儿像长老90外伊讲万宝户口啦，94啊咧所以你看，虽然才到60、70总是迄个角色也是啥儿女的，你毋知会听妈妈的话无？三不五时啊，是爱看啥？种圣经讲啥？讲伫主内底，如果爸母若照真理伫遮来讲来教的时，咱做囝儿爱安怎？爱顺服。所以有一个基础，毋是讲老爸老母叫你偷去摕你着安尼真正去安尼叫做有效，安尼实在是毋对所以保罗咧讲囝儿是做凡事，伫凡事中间着要有一个基础，就讲你爱听上帝，你爱伫上帝的真理内底应该爱伫遮来顺服。所以圣经内底10条诫咧讲的十诫10条诫前4诫是人对上帝你要安怎敬畏这个上帝。第5诫人甲人开始的第1诫是啥？着友好孝敬爸母啦，佫有带应允。带啥物应允？讲，互你伫地面上会长岁寿啦。所以教会其实即个信仰真要紧，毋是咧注重咱注重生啦，毋是注重人过往了再生一粒豆，较赢安怎？死后咧拜猪头啦，免做看。较要紧再生然后友好这是咱爱把现在。所以伫遮咱看讲咱。儿女，咱做囝儿是岁，要安怎顺趁伫爸母这是上帝的命令。然后基础伫上帝的真理的顶面，你应该爱伫遐来听来读。即摆手机实在影响影响咱真深啦所以有当时咱爸母伫甲囡仔讲的时叫你莫看手机看几部。看到暗时拢毋困，对无？有无？
有无？拢毋敢讲。哦，啊有当念甲煞无爱念啊，哦，所以有当时个囡仔哦，伊有伊个想法啦吼，但是伊若无照父母的一个即个督促，念伊就爱去找陈老师啊，陈克明老师，哦，因为安怎低头颔棍就歪去，哦，手就安怎闹着还是安怎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有当时仔囝伊时阵免听父母的话，若是伫迄个真理伫迄个基础，咱拢爱伫遮来顺探吼。所以拄仔咧讲的着孝敬父母，这是即个基督教的信仰，是真要紧，佮带有应允的吼。所以基督教毋是死无人靠，吼，是逐个做伙靠来斗。我相信透过昨个个别礼拜，逐个参与爱上，总是较要紧的是重视伫现实、伫生活中间，应该是爱把讲哦，毋通亲像迄个先父安怎讲，吼，父母若伫地吼，你就会把，吼，毋通到伫安怎，父母无伫的，甲想要来友好，啊，所以伫遮咱看讲，遮个敬孝敬原文是啥？原文是讲你爱尊重、尊敬，总是孝就是真心，你会通友好父母。有一个故事讲啥？哦，这囝儿看到伊老爸，哦，所以食饭的时阵用迄个破的碗，互伊的时大人，对吧？这囡仔就记伫心内啊。后来安怎？伊嘛互伊老爸年老时嘛用破碗互伊食。伊讲你是安怎用破碗互我食？我著看你用破碗互阿公阿嬷食，吼。所以有样看样，无样安怎？家己想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你本身咱做父母的爱有做会起，然后以身作则，你爱做一个模范嘛吼。所以伫遮咱讲父母咧教囝时，有当时嘛爱有智慧吼。所以圣经帮助咱要怎教囝，有好的态度。有当时咱看即个社会一个改变吼，有遐虐待囝儿的即个代志就一直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咱看今仔日孝亲水，就是要搁一遍唤起咱一个家庭若无和谐，就吵吵闹闹。一个家庭翁某若安怎翁某的关系若无好，囝儿时岁就会安怎因就会烦恼，因就会伫遐操烦，甚至迄个关系影响着囡仔囡仔会影响着其他伊所接触的人。所以伫遮咱看，家己要怎伫遮亲像拄爱圣经的原则，咱彼此尊重、彼此顺服、彼此相听。所以倒转去看哩，以弗所5章的21节，咱做伙伫遮来学习，做一个士大人，咱就爱以身作则嘛吼。无讲叫囡仔你莫耍手机啊，总是家己安怎耍规步，安尼囝儿要安怎福利吼。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吼。毋是无理的即个管教，是徛伫真理的管教，要安怎为着伊祈祷。讲袂听时要安怎？找囝，即马佫袂使学白讲，伊着敲啥？113，啥物叫113知无？遮受虐儿童啊吼，所以伫遮咱看愈来，即较早你若读册去互老师牒转来吼，你若甲父母讲，佫安怎？佫牒惨落吼。总是即马毋是啊，即马袂使学白讲，老师嘛毋敢学白教吼，厝嘛袂使学白牒，为虾米？牒了你就去互告啊吼，囡仔就敲113，就甲你告安尼。所以真恶伫伫遮来教的中间安怎？咱只有包括上帝，互咱有智慧，要安怎伫遮为着囡仔来祈祷，互伊安怎？互伊会通真正伫即信仰若清澈晓悟，伊就会通安怎顺探咱父母。咱做伙伫遮德福的据点，咱有真侪遮社区朋友，咱来透过安尼，咱要做伙伫遮来建立即个大家庭，无分你我彼此，因为上帝的福气要互世间每一个人，毋是你有读册，你有好的身份。你有好业，是每一个人拢会通伫遮来得到，所以咱愿意安怎接受咱厝的人，也是咱边仔人的帮助。第二呢，
咱嘛爱愿意成做别人的帮助。所以下面咱要请咱的水莲老师吼演出这段吼咱的团队吼，咱看房顶画啊拢刻出来吼。我想咱每一个人有可能亲像这水桶，亲像这个鼎，还佫有炸啥？酒干仔嘛炸出来啊，佫有啥物？牛奶管仔嘛炸出来啊，吼。所以有当时啊，迄个鼎画仔嘛炸出来啊，吼，迄个鼎挂嘛炸出来吼。好来。德福集团拍档鼓下大教堂，请出场。咱的家庭有当时亲像这无共的组合啊吼。原来咱的牛奶管仔嘛会当有作用啦吼。咱的老师吼。因为去互警察弄着，所以手骨有断去，但是拍断手骨安怎颠倒用啊，过来安尼吼，来指导咱的这个德福的吼，来。咱下骹尾煞在啦吼，坐好势。音乐大声。咱搁是拍鼓甲因祝福啦吼。
我想咱若像遮个生活的平常时的器具共款乐器，会当称做用具、器具，也是乐具。看你安怎伫甲用。我伫后壁看副总长啊、天明兄吼，啊这兄弟吼，伫啊真注意看，看了吼。较早嘛无想讲你做总铺会当摕迄个顶挂安尼伫遐起来，哪像咧拔安尼伫遐拍吼。我想咱若家己伫遐咧讲咧拍，可能是歹听的噪音，总是会当慢慢伫遐练习。我相信哪练习，好参像迄国际乐团迄破铜烂铁乐团吼，派东鼓社乐团，迄是真有名的吼。所以咱会当透过伫社区，会当做伙伫遮来学习，互相伫遮来安怎来激励。我相信咱会愈来愈少年吼，因为你付出，因为你会听，所以互即个世界，互咱的家庭会愈来愈好。咱即团吼是国际团，你知无？佫有印尼的吼，咱愿上帝来祝福因吼。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咱来分享吼，咱来分享，咱来听，咱会通彼此斗阵，咱会通活出上帝听，互咱感受上帝伫咱的中间。有时款听为天而来，比山较远，比海较深，千回头望袂着，叫我会记。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互人用心来听，将心内这款的听活出来。耶稣会听，耶稣会听，激励我，用我的生命，互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会听，念着我心内听的约会，请咱做伙让世界。耶稣会听，耶稣会听，激励我，用我的生命，互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会听，念着我心内听的约会，请咱做伙让世界。听阮到愿意将你的性命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牺牲，为着就是要除去阮的罪，互阮无法度靠着这个祭牲来除罪，因为主你诚侪人会款式来除去阮的罪。你也爱阮将这个永远的福气分享，互阮的亲人朋友，互这个社区的朋友。愿主你赐福，你听阮，阮感受到，我嘛将你的听分享出去，彼此相听。主耶稣，你讲，当阮若彼此相听，你就伫阮的中间，你就将福气赏赐伫阮，彼此来分享。愿主赐福，透过阮社区的事工，来祝福更较侪遮个社区的朋友。互因会通同伫即个永远福气，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
请用祈祷来代表你的感恩。主耶稣，感谢你将福音赐予阮，成做你的子民，想使阮有平安喜乐。阮爱将这福音传扬，互别人，互真侪人来认捌耶稣。阮也奉献时间、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主甘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要来欢迎塔子面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第一次在当中一同敬拜，但求兄弟甲田凤君姊妹夫妇唔知伫啥物所在请站立起来，我们欢迎哦，来欢迎。搁有咱请迄个红金城兄弟的为主徛起来的迄个李永杰黄怡黄伟嘉伟是，咱继续为这个家庭祈祷搁有我的丈母啦无孙女妈妈大姐甲伊迄个小弟的囝伫咱中间。其他毋知阁有无介绍着，咱小姐你有带啥物人？小一个朋友。咱的同工甲是哪个？姓啥物？廖姊妹伫咱中间，咱甲伊欢迎来其他有无？咱若欢迎这社区社区的朋友社区的朋友徛起来来，咱来欢迎社区的咱家己的会友就毋免社区的好，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
咱今仔日是孝亲主日第2场，咱由乐宁区德福的据点的遮兄弟来服侍，愿上帝来祝因。咱伫9月7，咱要举行今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然后要报名洗礼，伫今仔日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万双伫遮来报名。咱伫后礼拜日下昼3点，要举行黄淑倩传道师弘立做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礼拜2点半会调开小的请小会员来准时出席。咱的兄弟咱也做伙伫遮来出席，因为伫迄个会中嘛有誓约嘛有咱兄弟誓约。教育部举办55周年咱义启会舞动人生这个庆典的活动我去看下骹，敢若搭8张表示咱的迄个珍藏的相片拢还袂刻出来咱拢爱吞忍到落尾，等会刻出来安尼所以拜托咱把握这时间，因为咱时间咧过了真紧10月25连面到咱会到伫8月底所以拜托咱会通伫后礼拜进前，咱甲刻出来会通伫遮做伙来制作遮个影片。咱医疗关怀组嘛应该倒转来伫图书馆遐，咱拢有伫遐医疗咨询，愿上帝来赐福因。搁有咱伫55周年，咱10月25的庆典咱开始报名咱区长、小组长伫遮来报名一个人是200块咱会伫博宴的婚宴会馆遐来主餐，伫遐来礼拜咱会当设定咱的邀请咱微信的亲人朋友做伙伫遮来参加。请会记咧咱各单位用无共的教室场所请咱爱注意清洁因为安尼较避免生蚊虫、鸟鼠咱了后遮的冷气、电风的开关不时拢家己的生脚会走，你知无咱拢有迄固定的位置，因为后一遍要使用的人较有法度好使用安尼请咱拜托会当记得伫遮遮物件会当归伫原位。咱这个教会咱嘛有实名制拜托咱爱刷卡咱也知讲万一若有要应对的时阵，咱才有遮个记录搁有就是讲即马开始入来，咱爱看喙暗看喙暗所以拜托咱这个教会避免受罚啦来咱有参加社区咱的专人性命协会的会员请咱来交本年度的会费500块。你知影你透过你的参与，咱真侪活动拢是透过咱的性命教育协会。德福据点就是透过协会会做甲政府的窗仔口咱举办遮个一寡囡仔营会等等，拢是透过即个窗仔口管道，伫甲外口社区的人伫遮来一个接洽所以鼓励咱会通邀请咱做伙来参加来祝福即个社区。你若有奉献1000块以上的有送好茶来甲咱三甲分享。咱的双联大学9月7第2学期，因为咱第1学期疫情的关系，所以无开第2学期咱就要开课，搁有新增加一个智慧的手机智慧手机免怎伫遮运用，你免甲囡仔伫遮有好的即个视讯等等遮鼓励咱年满50岁以上的兄弟会通报名注册来加入双年大学的行列。咱若有到1楼去参观咱社区据点因的手工艺作品你若伫遐翕相打卡你若袂晓的现场有遮个人员会通伫遮甲你教你若有翕相上传，就有机会得到这个神秘的小礼物咱伫即礼拜六有徐六王兄弟的个别礼拜
早起10点，伫桃园殡仪馆的至真堂举行日念，11点火化，2点会倒转到教会即个家庭人口简单所以嘛是咱需要兄弟姊妹做伙伫遮，甲哀伤人同哀伤来参与安慰夫妻。有定伫9月初10拜是伫罗德四命园区来举行树葬的礼拜，愿主来安慰遮遗族甲遗族三甲同在。咱来读金句读两遍来。做囝儿的，恁着凡事顺坦父母，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哥罗西书3章20节，搁一遍。做囝儿的，恁着凡事顺坦父母，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哥罗西书3章20节。就等下两面礼拜三，请咱乐林还有德福据点的合照，兄弟姊妹要等合照，所以你唔通离开哈。好，咱即时来吟圣诗，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吟诗线要请尤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全首。三甲来祈祷，领受上帝祝福。但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困难充满恁，互恁赢过这农历7月无平安的日子，互恁赢过这环境所带来危机的中间，犹原有平安，有毋茫。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无限的疼来充满阮，因带阮行入主你所赏赐得到福气稳定的道路。也愿主圣神来感动阮，互阮逐人入捌你是福气的源头，会通伫遮来接受你诚侪生命的救主，互阮一人得救，全家嘛要来得到福气。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咱就倒。
咱个礼拜到遮，愿上帝赐咱会通彼此来祝福，请咱的德福咱乐林遮的兄姐